頭咁樣嘅？呢啲都係做 model 嘅。哦，又係扮啊嘛。呢啲係咪叫 cat neck 啊？拋頸啊 ？No， 聽過。好，開始投票。呢個咩啊？呢個？唔喐啊你！以靜制動啊！哇！笑到谷金金金邊啊！哇！犀利！我有信心可以成為新一代嘅新時代男士發言人。喂！唔好再撳條褲啦！哇！1998香港男士競選霸王最具魅力男士大獎就係9號戴展國啊！1998年香港男士競選嘅冠軍就落咗9號戴展國。戴展國今年28歲，身高5吋1寸，職業係模特兒。今晚呢，獲得現場觀眾選為最佳男朋友、男人中嘅男人，同埋霸王最具魅力男士大獎嘅，立晒咁滯啊！恭喜恭喜，唔該晒何君婷小姐，唔該晒，係咪好掂啊？